陳凱琳同佢嘅視帝丈夫鄭嘉穎喺2018年結婚。結婚之後，陳凱琳就相繼生下咗3個孩子。陳凱琳同鄭嘉穎組成咗幸福嘅一家5口。近日，陳凱琳喺社交平台上分享嘅視頻短片就十分吸引一眾網友嘅關注。陳凱琳喺社交平台上分享咗佢去參加派對嘅時候漂亮嘅相以及視頻短片。當日夜晚，陳凱琳就身穿一身黑色低胸嘅晚裝裙，胸部嘅位置就係黑色 lace 設計。其實從正面正常去睇嘅話，陳凱琳呢身造型並唔算係特別性感。不過佢喺自己拍片嘅時候就突然俯下身，陳凱琳豐滿嘅身材就大方嘅展現喺大家面前，十分性感。再搭配上佢嘅衫，可謂是好好嘅展現出佢嘅性感啦。陳凱琳生咗3個孩子，仍然有咁好嘅身材，亦都係令到一眾網友們十分羨慕啦。現年34歲嘅陳凱琳形象健康，轉型做直播之後深受客戶歡迎。佢嘅工作亦都算係接到手軟，就連好萊塢電影《職業特工隊最終清算》舉行嘅活動，亦都有邀請佢去出席，可以睇出佢嘅影響力係幾咁嘅大。而且早期仲出過書，十分有才華，係一個不折不扣嘅才女。陳凱琳而家轉型轉嘅好成功，雖然冇拍劇啦，但係佢嘅收入卻增加咗唔少，而且仲唔使好似之前拍劇咁辛苦。而家陳凱琳做主播工作，亦都算係做得有聲有色，亦都祝福陳凱琳做嘅主播工作越做越好，生意越做越大。